送完肥仔返學啦，我返到屋企啦，可以唞一唞先。好攰啊，真係，舒服晒。咁我見今日係星期5啦，所以我諗住咧肥仔放咗學之後咧，我就帶佢出去玩下。之前睇新聞話咧，今年11月開始，8歲以下嘅小朋友搭私家車咧就一定要用卡士，所以咧我都諗住早啲準備定啦，等肥仔有個過渡期可以慢慢適應坐卡士。卡士咧我已經準備好噶啦，個卡士就喺呢度啦。我而家就諗住落去車度裝翻個卡士，咁之後肥仔咧放學咧就可以即刻用。即刻出去玩，係啦，我哋而家一齊去裝卡士先。市面上有咁多唔同款嘅牌子，有咁多唔同款嘅卡士，咁究竟揀卡士嗰陣咧，應該要留意啲咩重點呢？首先第一點咧，我就會睇下佢易唔易用，就唔就手，因為好多時咧得一個人湊小朋友，最緊要咧就要快、狠、準同埋就手。第二點咧就係以我一個懶啦又想慳錢嘅師奶嚟講咧，最緊要個產品咧係要用得耐，用得夠長，可以由小朋友細個用到大個。第三點咧，當然就係要安全同埋穩陣。而 Maxi-Cosi 呢一款嘅 Pearl 360 Pro 咧就符合晒我嘅要求啦。咁首先咧，呢一個卡士嘅第一個賣點咧就係呢一個 Isofix 嘅扣啦。我就覺得咧呢個扣咧係比安全帶咧係穩陣啲嘅，因為咧佢係直接扣落個車嘅座位度，係一個金屬扣啦，同埋呢個扣都好易用啦，撳一下咧就已經用到噶啦。第二點咧就會係呢一個嘅座椅支撐腳，安裝咧都好容易嘅。如果 Isofix 加埋呢個支撐腳嘅話咧，就會係3點雙重嘅安全保護啦。佢呢度仲有個安全 lock，就可以提醒家長初生咧係唔可以轉向前面嘅。如果你嘅小朋友咧係細過15個月咧，就趴向呢度；如果大過15個月嘅話咧，就趴翻上去。因為有時自己一個湊，有太多嘢顧，真係會唔記得噶。一個好嘅產品咧，一定要 user friendly 嘅，同埋咧就要喺用家嘅角度出發。好多時候咧，父母湊小朋友啦，有好多嘢要拎啊，有媽媽袋啊，有尿片啊，有奶粉啊，條腰咧就一定係好攰噶啦。咁 Maxi-Cosi 咧就有一個專利嘅獨家功能，就係 Slide Tag 啦，可以咁樣一下拉出架車外面，咁父母咧就唔再需要烏低身，就咁可以企直條腰，放小朋友喺上面，之後再拉翻嚟，咁就 OK 啦。另外呢個卡士咧就有一個 G-Cell Side Impact 嘅技術，咁就可以保護 BB 唔會有左右嘅撞擊。安全帶啦，佢就係5點式嘅安全帶嚟嘅，2點喺膊頭，2點喺腰部，1點喺胯下，咁就可以成個軀幹咁包覆，全面咁保護 BB。另外佢一個掣就可以360度轉向，咁就可以方便抱 BB 出車入車，就算坐喺隔離啊，我都可以好輕易咁處理到 BB。呢個卡士咧可以由初生坐到105 cm， 大約4歲到，啱晒慳錢嘅大家。搞掂，裝完卡士，而家可以接肥仔咯。個計劃真係趕唔上預期，因為頭先肥仔放學之後咧，佢又眼瞓啦，又肚餓啦，所以心情唔係幾好啦。咁我哋咧就即刻翻咗屋企食飯啊，同俾佢瞓隻晏覺啊。咁而家佢瞓醒之後咧，我哋先正式再出街玩啊。同埋咧，因為出邊咧好似落過雨嚟啊，公園應該濕晒，所以我哋又應該唔會去公園，就可能會改去體育館啊，或者改去商場俾佢玩咁咯。好，肥豬小朋友，我訪問你，張凳舒唔舒服？舒服。哇，開唔開心？開心。耶！
我哋都玩完食完，跟住而家準備翻屋企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款卡士有興趣嘅話呢，我都可以喺下面 info box 嗰度呢擺條 link 俾大家睇嘅。記得 like 我啲片 ，subscribe 個 channel 同 follow 個 social media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你拜拜，拜拜。耶！